行进矮庄。茶人，佢嘅披供康定茶以及素來浪茶、炒茶、釀茶，決定呢條茶上台表演，同心啊共下講法。呢茶講有年來睇嚟講扶小茶路，呢條人講識到茶講嘅故事，神魂切拍，未會點天，看出一族文化。你要聽茶看嚟，茶菜生肉茶腳飯體，茶線走高神台。記住唔但唱係一隻茶人。苗栗头份的半山腰上，这间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茶厂，20多年前开启了景观餐厅。即便是平日中午，到了用餐时间，原本宁静的庭院，随着饕客的陆续到访，热闹了起来。走进庭园，让人感觉很放松。除了动线规划是以铺砖或植草砖外，也种了不少植栽，颇诗情画意。白灰色复古感的意象是茶园餐厅的形象标志，整个庭院都是餐厅经理林玉萍亲手规划。我们这里的建筑物都是在闪树，就是把我老爸当时种的树木都留下来，然后所以就造成我们的餐厅呢也是凹凸不平，高高低低。其实我们都是为了保留我父亲40-50年前就种的这些大树也遮阴然后空气也好这间客家茶园餐厅走的是淳朴庭园风格。入口处的拱门就像是乡下阿婆家的大门，亲切地迎接着客人。古色古香的装潢，偶尔传来潺潺流水声。走进餐厅，大片落地玻璃和天井增加自然采光。明亮的用餐空间，窗外的绿树森林无距离环绕。在这里用餐，有一种文青又禅意的氛围。当初来这里是茶了，他这里生产的那个东方美人茶特别好。原先是泡茶了，茶的卖茶，后来他是那个时候有简餐，没有餐厅，后来搞餐厅，后来到这个南庄的一日游的台北旅客差不多都到这里的。我们苗栗客家大佬陈运动是这间茶园餐厅20-30年的老客人了。采访这一天适逢中秋前夕，他和3-5好友团圆聚餐，就指明当地这家茶园餐厅。那你来这里有没有特别喜欢吃哪几道菜？特别喜欢吃这个。这个是这个豆腐那个什么花生糕了。花生糕是狮头山的尼姑发明的，它叫做这个花生豆腐。我们吃只要心情好，什么都好吃但是业者他们很喜欢推出比较有特色的菜来吸引一般的所谓的饕客那么我觉得这边推出来的菜是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饕客的要求的。茶园餐厅的料理走的是清爽风味，以茶叶入菜的文创餐是一大卖点。像这道招牌的客家东方美人茶油鸡，只用油鸡拌炒东方美人茶汤，就是饕客必点。
最后再淋上我们的东方美人茶，然后它本身带有蜂蜜的香气，那淋上去它又可以去油解腻的这种作用，然后再增加我们东方美人茶的香气出来。还有用红茶来入菜的红茶鸡丁，主厨用炭焙茶叶的概念用在创意餐点上，运用抛锅的技巧，先炒干红茶，等待翻炒出红茶香气后，放入鸡肉、夏威夷豆等食材，再简单炒2下就可以起锅。貌似重口味的餐点，吃起来不油腻，每一口都有淡淡的红茶炭焙香。因为现在的人味觉都是被调味料弄坏掉了，就是要吃重咸重口味，但是那些都是很多人工的调味料在里面。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吃到原食物，那原食物又不用调味料的状态底下，我想来想去，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茶园，茶叶的香气是最天然的。这间客家茶园餐厅原本只是一间制茶工厂，老板娘林玉萍不是厨师，而是一位得过不少茶叶比赛头等奖的制茶师傅。到浙江、到广东、到福建，每个人他们都跑去做东方美人茶，然后每个人呢都把那个茶叶带的都跑回来，集结到全部有广东、福建的什么的、云南的茶，全部在这边，就叫我们林玉萍把台湾的拿出来啊，你台湾的拿出来拼那个，他们就要比。对，看我们在那边做的成效怎么样？是啊，要把台湾的当生，然后呢，结果永远都是台湾的最好。2道青菜，1道汤就有3样。开茶园餐厅对林玉萍来说完全是一个意外。当初她是为了让来到制茶工厂批茶试茶的盘商到了用餐时间不会饿肚子，专程找村庄里的阿婆来帮忙煮饭招待茶商。没想到茶园餐厅反而红了，茶行啊，茶商啊，然后每次到我这边来呢，就已经快中午了。那我外面又晒着茶，但是我又要给他试茶，我就常常很不专心。我都一直想着说，我的那个茶叶，我一直看到外面的太阳那么大，我3分钟内如果没有去收就会挂掉。但是我又觉得对对方很不好意思。然后时间到了，我要带他们去吃饭，回来茶死得更难看。然后我就干脆就把我老爸的那个老房子，就把它整一整，请村庄的这些做客家菜、家常菜的上来做菜，然后就做菜招待给客户吃嘛。那久了以后，常常我的客户会打电话给我说：“玉萍啊，我们明天要去找你。”我说现在又没有做茶，茶都采完了。他说我不是啊，我是要去吃饭的，我不是要去找你买茶，我没有买茶。林玉萍原本在台北工作，是一位护理师。回想当初在医院里不分日夜的轮班工作，让她吃不消，不想再过忙碌的生活。1996年，她决定离开水泥都市，回到苗栗头份老家，与熟悉的茶园作伴。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很清楚地判断那个时间的流转，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说不行，我想要回到我家去，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山上采茶长大，春风会吹过来，太阳很烈晒的流汗，然后我会听到画眉鸟就在那个旁边就唱歌给你听。林玉萍决定回家承接家里的茶园，种茶卖茶精，回归淳朴生活。但她怎么也没想到，当时台湾的制茶产业正面临土地被小型加工厂、高尔夫球场收购开发，茶园面积减少，而市场上又有着罐装商业茶的竞争，通路微缩。那一个茶产业萧条年代，卖茶真的赚不了钱。
那时候就只有东方美人茶在市面上茶青是比较有价格的，其他春天的那个茶青根本没有人要，一斤才卖150，做好了以后一斤才卖150，一大包。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为什么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所以我就开始不断的尝试不一样茶的制法。那我为了要搞懂这些事情，我把那个古人写的什么茶经啊、茶帖啊、什么茶叶的书来看，看完了以后呢，我又跑回去茶改场上课，然后我又拜师学，跟我的师父学做茶。为了返乡能有温饱的工作，林玉萍不再只是种茶卖茶经，而是开始学烘焙茶叶，毅然决然投入制茶产业。初期他的茶叶都是卖给大盘商，称斤论两的卖，即使烘焙出来的茶拿了比赛的头等奖，价钱也不高。林玉萍心想，既然客人喜欢来吃饭，那不如趁机会让他们多认识台湾茶的甘醇吧。像乌龙茶是清香型的，那红茶是厚重型的，后韵型。东方美人茶是清清淡淡的蜜糖香，带一点甜香。每一种茶都有它的特质存在，那我们就把它的特质拉出来，然后选择可以跟它搭配的食材。那最重要的就是它不能抢掉茶叶的味道。就这样特地开车到半山，邀来品尝文创的茶叶料理，现在成了喜爱美食的饕客们走进茶园餐厅的目的。而客人吃完饭后也不会急着离开，会到茶市集停留脚步，喝杯好茶再走。客庄应该这样讲，茶基本上是离不开生活中的一环，几乎就是天天都会喝茶，尤其是像我们在农忙期间，那或者工作前，几乎都一壶大的一个茶桶，然后就一把茶叶把它放下去，然后水就把热水煮开冲下去，这样就可以喝一个上午或是一个下午。那平常客人来，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泡茶，好，所以这个是很典型给我的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茶，基本上是脱离不开一些客家先民的一个生活的一环。看着茶道师稳静柔地冲泡出清澈的茶汤，林玉萍亲手烘焙的茶叶品质好，吸引茶道师傅每个星期六特地从桃园上山来泡茶，免费请客人喝一杯好茶。我们主要有一个理念，就是不管来的人是谁，让他接触了茶文化以后觉得喜欢，喜欢了他就会接触，接触了以后他才有机会深入，深入了以后他就会变成我们的消费者，然后当他是我们的消费者以后，他就可以帮我们阐述台湾的茶文化的价值在哪里。我这里的那个消费者变成是有2种人会来，第一个是爱喝茶的人会来，第二个呢就是喜欢吃一些比较天然健康的餐的人也会到我餐厅来。像我们这个泡的闻一闻趁热散发的蜜香茶气，喝一口清雅的东方美人茶。林玉萍用文创茶餐吸引消费者走进茶园，认识茶，再透过每一口茶汤的清香，传递茶园的风土与对大自然环境的珍惜。只是多年前，他动了想退休的念头，没想到一场大火将老茶厂付之一炬。难道这是天意要他退休了？而头份传承3代的老茶厂就这样收摊结束营业了吗？
汤准爱中。茶人，佢嘅批供康定茶以及數來浪茶、炒茶、釀茶，決定呢條茶上台表演，同心嘛強下講法。呢茶講有年來睇嚟講，扶手茶路。呢條人講識到茶講嘅故事，神魂切拍，未為點天，看出一族文化。你要聽茶看嚟，茶菜生肉茶腳飯體，茶線走高神台。記住唔但唱係一隻茶人。抢在台风来临前，赶紧采收今年最后一批的秋茶。这一片完全不喷洒农药、化学肥料的茶园，在茶茎采收后，枝叶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自然草香。早上采收的茶茎送回了制茶厂称重，放在竹盘上，立刻送到将近40度的温室晒茶厂里进行归雕。这个地板哈，像地板我为什么要做白色的？因为我刻意用无气孔的涂料，让我们茶青在晒茶青的时候，里面不会有一些发霉的东西，或者是藏污纳垢的东西会释放出来。这些黑网都是阻隔紫外线的，控制太阳。然后侧网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做红茶，有时候做绿茶，做东方美人茶，它对光线的要求程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用一层一层的网子来补充这些东西。比起传统户外晒茶，这个5星级的制茶厂室内晒茶空间能够更精准地控制温度与湿度。就像是花房温室一样，运用多层的纱窗与屋顶黑网，引进风，带走水汽，又能排热。茶经微雕后，经过浪茶、炒精、静止回温、揉捻、干燥、烘焙等多道繁复的手工程序。这就最后一个步骤了，这个就是现在要杀青，杀青完揉捻，揉捻完再去那个烘焙。林玉萍专心地运用眼、耳、鼻，感受茶叶的温度与香气，才能成就一泡独一无二的手工茶。刚开始回到老家制茶前10年，林玉萍总是希望每一年都能够栽种出品质均一的茶经。她不断地想提升制茶技术，不断地想拿奖，希望每一次采收回来的茶经都能够烘焙成头等奖的东方美人茶。那时候的氛围就是你必须要去比赛得奖，我才能够知道别人对我的肯定，然后消费者才能够相信你做的茶是好的，你有技术，你的等级是好的，然后呢，那它就有一定的价格的标准在。直到有一年，一位远从日本来访的茶师喝了林玉萍烘焙的头等茶后，给了他一个从没有过的评语，而这个评语重重的打击他的信心。他就跟我讲说：“你把你认为你最满意的茶泡给我。”我说：“好啊，我就拿着泡。”那我记得我当年泡的茶是我当年参加比赛拿的头等奖的，
头等的茶，我就泡给那个日本先生喝。他喝了以后，他说：“你有别的吗？”我又试啊，当天我就试了很多，但是最后呢，他就说：“我给你一个建议好吗？”我说：“好。”他说：“你的茶只是喝起来很香、很甜美，但是它没有内涵。”什么是有内涵的茶？日本茶师的一句话折磨了林玉萍3年。他苦思无法烘焙出有内涵的茶，曾经连续熬夜18天炒茶，病倒在茶厂里。我就听到有声音告诉我说：“你满脑子妄念，每天想要得奖，每天想要茶叶卖更高价，一直在想说你要拿更好的成绩，满脑子妄念，你怎么可能可以做出真正的好茶？你的茶树，它给你的东西是这样子，它最好就是这样子，你怎么可以要强加它，让它变得更好？你技术就算是世界第一，你也没有办法逼它改变它的本质啊。”转化念头，林玉萍摆脱过去一味的要烘焙出头等东方美人茶的思维。他想，为什么不能配合环境风土来炒茶？于是林玉萍开始着因茶经的特色，烘焙不同的茶。水分饱的制作成绿茶，雨水少时较干的叶子就烘焙成红茶。那大家就知道说我今天喝的是什么，这个跟我们喝红酒的概念一样。那因为有这些条件，你就很容易得知说2015年的时候，那年干旱，那干旱的时候呢，那个味道的那个蜜香味就比较浓，就跟红葡萄的酒的概念也一样，所以它的风土条件变成是一个品质的很重要的依据。林玉萍认为，现在台湾茶厂也可以跟法国葡萄酒一样，走庄园的行销模式，因着年份、风土、烘焙方式，展现各年份茶不同的清香、丰厚韵味。它上面有标示的年份是2015，季节是夏天，品种清新大胖，产区，然后它是手采的高级茶，然后它吃起来的口感是怎样，然后这样子做出来的总罐数是几罐，然后这是31罐里面的第20罐，然后它的收藏等级大概是几颗星。我就每一个茶叶都会有一张这个身份证。外面也没有机器可以。这是林玉萍努力想要教育消费者的观念。她返乡制茶迈入第3个10年，手工采茶、制茶量少，但她却坚持走这条艰辛的路。反思对土地环境的敬重外，也将发挥巧思，将茶叶产品多元化，与在地小农结合，用茶叶腌制当地限量果干，研发文创茶商品，让消费者来吃茶、品茶外也能玩茶。我这茶叶里面是有那个黄金三角比例，这个是基底基础茶，然后会有一个主配方跟副配方，然后开角是开4个，对不对？然后客户收到的时候还可以再拼配，它的茶叶可以再拼配。像这一个呢是花茶系列，这个是汉方系列，我开发了30种。茶其实可以有很多的附加价值，因为茶其实对人体是有很多很多的健康，甚至于比如说茶叶里面，我也可以提炼出一些像类似面膜啦，对身体有用的一些化妆品相关的东西，其实都是有很多它的一个附加价值存在。所以我们也期盼透过产官协的合作，能够把这个产业，然后把它加值，不是只有种茶。也不是只有喝茶，我们可以结合旅游、餐点跟伴手礼。我相信以移民茶园，它从转型从茶叶到我们现在的餐饮，这一点是相当成功的。只是多年前一场大火将老茶厂付之一炬，让林玉萍动了想退休的念头。然而大火隔天，他看到员工不舍的眼神，思考了3天，不舍员工无处去，
不舍多年经验就这样消失，于是决定原地重建茶厂。所以当时烧完剩是对啊，就是大家看到这中间这4根柱子是旧的，其他的就再重新把它原址重建过，把它弄起来。花3年时间重建，林玉萍重新设计庭园里，特地把水的元素引入，清清水流在夏天让人感觉凉爽，潺潺水声听来特别有疗愈的效果。一走进茶园，就会让你想放慢脚步。水在这个庭院里更有着特殊任务。因为地势的关系，这个就是从高慢慢变低嘛。那我就想说，不行，这个水除了是景观，然后让空气活络，然后降温，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要消防。走过20多个年头，老茶厂的茶商品走时尚品牌的经营模式外，也开始培养新一代茶师。这是林玉萍返乡种茶后另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他提供村庄里的孩子打工机会。开始上菜了，这是梅香纸牌。用餐时间，这群年轻人在餐厅服务。到了午休，他则教这群孩子怎么泡茶。你拿着水的，你记得你的肩膀是要平的，不可以抬起来。你上一次肩膀身体会这样子，肩膀抬起来，所以你要保持身体这平的稳定，然后这样只有在这一段手腕这样动，会这样倒。茶叶片再经过热水冲泡，延展出香气温度。每一泡手工茶的香气各有不同。每一个动作都是环节，就比方说，刚刚说过的肩膀都要保持水平，然后手肘不能够太抬高，这样子之类的。对，还有每一个手势的左右转，都要有那种恭敬性。现在满街都是在卖茶，只是他卖的是化学茶，大部分都是化学茶，还有就是越南茶，就是看你自己要给你自己的品质到哪里。那以我来说，我觉得自己泡的茶是最健康、最可以安心喝下去的。然后虽然没有所谓的3分糖去冰的问题，就都是热的，但你可以冷泡。里面的底色如果是黑色的话，我们绿色的茶汤倒进去的话，绿色就会显现跳出来，就跟我们配盘的概念是一样的。除了传统泡茶法，年轻人泡的茶，林玉萍认为就要有年轻人的创意。除了自家产的绿茶粉，加入鲜奶打出泡沫后，再放进红酒的醒酒壶里，就是冰绿奶茶，让整个茶席的摆设吸睛又具时尚感。它这个话是第一壶，那第一壶的部分的话，要先放几个冰块下去。对。你这个是什么东西？绿茶。对，那你泡了多久了？几小时？前一天泡的。好，所以一定要超过3到5小时，对不对？好。然后这个的话要用成一个水柱的形状，然后滴下去，然后顺时钟。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下面已经开始在滴。恰恰我有一点担心，你这样子的话，你的那个柠檬的浓度会不够，你可能要自己先试一下，不够的话柠檬要续加，不然的话呢就要把那个事先挤一些柠檬汁下去。然后呢，这一个味道它最合的，如果要调味的话，最合的是蜂蜜。如果可以加1小杯蜂蜜去调那个味道，调那个浓度，就会很厉害。
或是用冰滴咖啡的方式冷泡柠檬蜂蜜绿茶，精致的茶汤慢慢滴落在透明的器皿里，明亮感十足。刚开始我们要训练年轻人，他就讲那个都老人家喝的，那都阿公才这样泡，我不要那个不能，他们的观念会这样子。那我们就开始跟大家沟通下来，他们会有脑力激荡的东西不断的丢出来，我们就调整啊，我们就去设计它。它反而就是我们做一些文创很大的动力存在，因为它这样倒茶的时候就不是老土的倒茶方法了。老土都是拿一个紫砂壶这样子倒，他们觉得很老土嘛。那当他拿一个那种高级手拉的水晶醒酒壶，你看倒茶的姿态就很适合他们。那年轻人看到了以后就会喜欢，从这里开始入门了以后，我觉得我们也在培养新一代的消费者。饭后一口茶的意涵，在林玉萍一点一滴的巧思中，把喝茶文化落实在生活里。他打造的客家茶园餐厅有着独特的氛围，结合茶餐美食、茶席展演、年份茶的风土传递，要让台湾的茶文化也能跃上国际。以台湾现在做茶的技术而言，我们做出来这一块，它已经不应该把它当成农产品看，就好像法国的红酒、法国的冰酒，你会觉得它是农产品吗？不是，你会觉得它是高级品牌、高级橱窗里面摆的东西。